我最的句型都很类似，有时题目会请你列举几项内容，有时候会改成描述原因。我们用我最怕的句型来练习原因描述。这类句子的句型是我头讲的是什么什么，因为什么什么好。如要改通文也是蠢，是很头讲的，做要改会讲贵嘞。套用句型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：我头讲的通文是啥？因为贵念起来匆匆，个会咬人，真等人讲哦。也有很多小朋友很怕蟑螂，怕蟑螂的话，可以这样回答：我头讲的蠢是蒙贼，因为鬼会飞，我讲鬼飞去我的母信。我们再练习另外一种回答哦。我头讲的蠢是闷，因为得过电车，会就样的，个讲会车停够热。